小朋友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注音符号的丝、司机 driver 司机 driver 雨伞 umbrella 雨伞 umbrella 彩色笔 color pen 彩色笔 color pen 小朋友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要再学新的注音符号咯。拜拜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和分享，下次再见。如果有喜欢，请点赞和订阅哦，拜拜。